改良吃法。中国的烹调似乎比大餐得味。就卫生方面论，只要菜做得干净，家伙清洁，也就不生问题。就是吃法仍守旧习惯，用合作不用分食，是最不相宜的。凡事都是合作好，唯独吃饭大可以不必。一碗菜来，大家下筷子；一碗汤来，大家用匙子，来来回回地送到人嘴里。自然那菜和汤里，由筷子匙子的介绍，多少总留下点吐沫。食人鱼唾是刻薄人的成语，怎么到了吃饭时，反觉着津津有味呢？这当然是与卫生有碍，不可不改良的。据我的意见，也不必一定照洋食的形式每人一份。有个变通的办法是每人多预备一份食具，像汤碗菜碗里取了食物来，另用自己的匙箸往嘴里送，自然菜和汤里老是干净的了。不过有一只手未免多偏点劳。起初自然是觉着不便，也许有时候弄错了，但是久而久之的，也就可以习惯成自然，不觉勉强了。香港、新加坡、台湾和日本等国家和地区，民众和餐食普遍有使用公筷的习惯，但是在餐厅及家庭与亲人聚餐时，大多不使用公筷。